这里是深圳观澜湖新城 MH Mall， 这是一个超大型综合购物娱乐中心，也可以说是深圳交互项目最多的商业体。它的综合性强大，吃喝玩乐的选择特别多，不仅是休闲娱乐胜地，更是超大型遛娃现场，项目涵盖面广，一到节假日就人满为患。里面很大，你想找的娱乐休闲类型都涵盖了，逛街、陪娃、吃饭、看电影、超市、培训、下午茶、数码、运动等等应有尽有，包含了篮球场、溜冰场、游乐场、卡丁车、保龄球、陶艺以及小孩子最爱的蹦床和波波池等。每间的店铺面积都不小，包括种类齐全的各类餐饮、快消品牌，加上之前提到的各类交互项目，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，都很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。市区购物中心有的它有，没有的它也有，比如保龄球馆、王者的鸽子、大型蹦床等，而且还会不定期举办各种创意市集、商场内的大型演出活动，还会偶遇炫酷的快闪店。每一串汗水換每一個成就，從來得失我睇透。不經意在這圈中轉到這年頭，只感到在這圈中經過順逆流。每顆冷酷眼光，共每聲友善笑聲，默然一一上透。幾多艱苦，當天我默默接受。幾多辛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，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願去走。不相信未做犧牲，竟先可擁有，只相信是靠雙手找到我欲求。每一串汗水換每一個成就，從來得失我睇。